家好，喺上一條片入邊，我同大家分享咗我哋由 Newcastle 坐火車去 Edinburgh 嘅過程，仲教大家點樣訂火車飛，同埋點樣可以揾到優惠價錢。而今次條片，我會同大家介紹我哋今次喺 Edinburgh 入住嘅酒店。其實我哋一到埗都有少少驚喜，因為間酒店嘅規模比我哋想象中大。我哋今次入住嘅酒店叫做 Tenthill Place。呢間酒店位置都幾方便，房間空間感唔錯，而且整體環境都幾整潔。由 Waverley 火車站行過嚟，大概只需要15分鐘左右，其實都幾容易揾到，沿路亦都算平坦。酒店嘅 reception 面積唔算大，不過職員都好有禮貌，而且 check in 手續都做得好快，整體感覺都幾有效率。我亦都順便睇咗下酒店嘅餐廳，感覺都幾寬敞、光猛同乾淨。不過睇返餐牌，價錢都偏高，例如今日餐湯加麵包同牛油都已經要7英鎊。由呢度開始，我哋就準備上房啦。電梯入邊有清楚顯示各層設施，例如 basement 有 gym，main floor 就係 reception 同餐廳，而客房主要係1至4樓。出咗 lift 之後，就要行一條幾長嘅走廊，感覺好似行咗一段時間先到房間。雖然樓層唔高，但建築物就真係幾長同幾深。一入到房間，其實都有少少驚喜，因為空間比我哋想象中大。左手邊有一張書台、電視同埋一個小型雪櫃，不過雪櫃表面就有少少黐粒粒。雪櫃旁邊就有2張幾舒服嘅單人凳，仲配有腳踏同一張小茶几，坐喺度休息都幾寫意。房間中間就係一張 king size 大床，床尾仲有一張長凳，左右兩邊都有床頭櫃同床頭燈，整體感覺都幾整齊。門口旁邊就係一個雙門衣櫃，雖然見到有少少油漆脫落，不過都算係正常使用痕跡，空間都足夠放行李同掛外套。仲提供咗燙斗、燙衫板同保險箱。房間入邊仲有一個溫度控制器，可以手動調校冷暖，都幾方便。衣櫃旁邊就係浴室，空間都幾寬敞，基本用品都齊全，例如毛巾、洗手液、潤膚露、廁紙、沖涼液、洗頭水同護髮素，仲有防滑墊，整體感覺都幾乾淨。翻返嚟書台位置，呢度仲提供咗熱水壺、2隻杯、茶匙、茶包、即溶咖啡、糖、牛奶同埋餅乾，對於短暫住宿都幾方便。整體第一印象都幾好，我哋今次只係住咗1晚，價錢係57英鎊。以咁大嘅房間同埋整體環境嚟講，我哋覺得性價比都幾高，尤其同我哋之前喺倫敦住過嘅酒店相比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睇返我哋之前一條影片介紹倫敦酒店體驗。簡單整理同梳洗之後，我哋就準備出發，開始探索 Edinburgh 呢個城市。今次嘅酒店介紹就到呢度先。下一條影片我會帶大家去一間港式茶餐廳食午餐，佢哋仲打出一個好有信心嘅口號：唔好食唔收錢。之後我哋仲會繼續喺 Edinburgh 市中心周圍行下，同大家分享更多景點。記得繼續支持我嘅頻道，Like、Subscribe 同留言分享你嘅意見。